网红 Wacky Boys 反骨男孩中的成员孙生，凭借着经营 YouTube 频道，在网络上获得高人气，也曾在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担任助理主持人，和主持人历经感情相当好，过年还一起围炉。但孙生透露，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，妈妈精神状况有问题，不自觉会偷东西，还经常入狱，所以往年的年夜饭都是独自在家吃泡面度过。据 Eatoday 报道，孙生自幼就没看过爸爸，小时候同学放学有家长接送，但自己放学却是看到妈妈被警车载走，这画面让我非常心痛。其他人都有爸妈来接，为什么我妈却是被警察载走？他也回忆起，有次同学到他家玩，结果对方的500元不见，没想到竟是妈妈偷走的。隔天我被全班公干，害我被全班排挤，大家以为我是小偷。孙生在高中时，隔壁班同学阿伟的妈妈伟妈知道他的遭遇，便把他接到家中，当亲生儿子照顾，每天还会给100元的零用钱。孙生至今仍感动地表示，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感觉，原来吃团圆饭这么热闹。过年我看到伟妈送阿伟潮牌衣服，好羡慕，没想到我也有，我只是一个外人，想起来又想哭了。伟妈是我的恩人。高中毕业后，孙生离开了伟妈家，自己打工，租了一间顶楼加盖的房子。自那之后的年夜饭，都是一个人在家吃泡面，看过年节目度过。由于近期妈妈又要被关7-8个月，原本今年又的独自过年，但历经了解孙生遭遇后，也大方邀请他到家里围炉，让孙生直呼真的太感动了啦。实习编辑斜线徐雅竹